將軍澳新都城中心2期海皇漁港飲茶。港鐵寶林站尾2出口出閘後轉右搭電梯上1層，上咗1層後轉右係2出口，由出口直行係新都城中心2期。入咗商場後向左邊行，搭電梯上1層，酒樓喺商場嘅左邊。星期1至5早茶7點半至11點，下午茶2點至4點半。星期1至5茶錢10蚊，茶皇廳14蚊。早茶同下午茶一樣。早茶田園肉餅飯，早上7點半至9點半優惠，14個8。肉餅內有青豆、粟米、紅蘿蔔同馬蹄，夠熱，材料豐富，好食。醒神新孖寶33個8，鮮蝦菠菜餃，好有菠菜味，幾好。黑椒金錢肚，味道唔錯，金錢肚再淋少少就最好啦。早茶點心12個8起，孖寶33個8。下午茶貴妃雞米線20個8，雞翼加2件雞胸，味道 OK。豉蒜煎釀雙寶18個8，虎皮椒幾好食，茄子就普通。蘿蔔千絲酥18個8，外皮鬆化，味道一般。下午茶點心16個8起。星期1至5下午茶大中小點以小點計18個8。